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在网络顶头有2个网唱，引起了真侪话题，讲到你敢有收钱来替因讲好话？我讲因好是我自愿，就算有收钱，嘛是我自由。讲袂春车的两岸关系是真恶讲，但是敢有法度有清楚的法律界线？今仔日当事者甲其他的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就是咱的當事者萬能人陳柏元。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麼第2位，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3位是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4位是政治評論員賈志團。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咱就來關心最近這2位網唱，惹出了有中國滲透來收買着台灣的網唱，進行着統戰的手法，引起了各界討論。对，他们是网红嘛，哈。对他们差不多是十几万的粉丝，个别差不多在这里这个左右。哦，那我们可不可以重点请几个比较高的，不然跟他们另外补助一些船票还机票？过去有台湾网唱北京翕影片，让观众知影中国是安怎透过买收网唱统战台湾。有学者指出，像安尼透过意见领袖传播中国好的面相，可能会影响台湾民间对中国的看法。透过这样岛内这种资金提供的这个风险，然后来去培养一寡政治性的网红，然后讲一寡中国是介意想要去传播一寡观点，然后来去带风向。来影响咱台湾的舆论，对于中国来讲，伊买台湾可能比拍台湾更小。当你有这些喜爱之后，它是可以某个程度去淡化掉，他对中国政治的那部分的认识的，等于你接收到比较多这些中国的比较美好、容易接收的一面，你就会对他的印象某种程度是比较好。学者讲，中国的统战做法一直在变化，为以前官方媒体的宣传，到达透过网唱影响台湾。学者建议政府应该立法，有必要的时，通调查网唱受岛内的金流，敢有中国的资金介入，甲资金来源透明化。记者阮郑准由台北报道。那么，观众朋友可能这2天、这2、3天，那可能对着万能人，或者是讲陈柏元还是巴掌，拢真熟悉啊！因也讲遮足济，不过我还是爱当作讲有观众朋友毋捌看过你，所以爱请柏元你甲大家来先解说，是安怎你有法度通好来在中国来做这项代志，来做变做过去应该找你是安怎的因缘来找你来做这个代言人，还是讲做这个统战的工作？因为我申请这个大学是阮老母帮助我的，所以我是较毋知影是安怎申请的。但是我过去就是讲13岁的时阵有去少林寺迄边两年的功夫，所以我就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因就有感觉讲我是较轻重的，所以因就邀请我，我申請，我阁有去美國的物件，成績阁算袂歹，就甲我去大學讀冊，特殊申請就過，安尼。去大學讀冊的時陣，敢有人某米人來甲你講，柏元啊，你袂歹，我拜託的，我有啥物代志要請你講，敢有人安尼甲你講過？有，迄個人甲我真正嘛算袂歹，迄個是我佇少林寺的乾爹。是。伊安排我幫助我申請到迄間大學。所以我就去，安尼。有明白甲你講，咱就愛，你看這祖國可能無，也許無講到講，你就愛安尼講，
但是有甲你讲，你看，咱是毋是安尼遮好遮好？啊，你著爱唱歌啥物？有讲即种话语无？有啊，嘛有。对。明白甲你讲。明白甲我讲。吼，啊，敢有收钱？无收钱。啊，未收钱。也未收钱。啊，这差偌久的时间？迄慢慢来产生信任啊，爱有信任感，爱互因感觉你愈来愈爱国，爱中国，毋捌爱中国，毋拿爱中国，你搁爱共产党。伊才会慢慢啊，互你越陷越深入去。是啊，然后你才有开始在媒体顶头露面，有通啊做你的这个生理生活专家，是毋是安尼？嘿，是。那么迄阵时，大家啊真正有趣味，就是讲，啊，你哪会想啊要来反背？啊，这可能绝对可能就是去渗透的，还是讲你是慢慢啊发觉讲，安尼愈来愈不对呢？安怎呢？慢慢啊发觉啦，因为我去遐读册，读迄个法律系的啊，伊迄法律系的宪法面顶讲，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可以上街抗议。请问一下，敢真正会当去抗议？敢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因敢有真正的反对党？敢有？中央集权的迄种啊，你根本就是讲，你若是抓着相，伊直接甲你拍落来啊！你根本就无，人民根本就没有权利啊，也没有投票的权利啊。因为宪法上面有啊，阮咧学的法律拢有啊，但是真正会使用吗？但是你平常时伫大学咧读册时，你敢甲你边仔的同窗还是老师甲呛讲啊？恁这种去讲假？毋是，因为你还未拄着代志，你无拄着代志，你当然嘛感觉讲我即马学的，是正确是真的，是真的哦。法治社会要加强对法治的社会。你是拄着啥物代志？我就是公司向人掏空啊，我了着因迄边的智慧啊，系啊，因囝啊，系啊。因囝甲你的公司甲你规浪杠去。系啊，甲我规浪杠去啊。系啊，啊，佮甲我讲我是台独啊。系啊。伊是安怎甲你讲你是台独？你讲有啥物？我迄个时阵带几个台湾的朋友做伙去大陆，我有翕影片，我讲我带我迄台湾的朋友做伙来看一下祖国的美好江山呐。结果因就看到我遐个朋友伫咧台湾发的言论啊，啥物的，就抓过来。拄好，伊迄个时阵掏空我的公司嘛，所以伊就摕即个物件来伫网络上发布，就会当作实我是迄台独分子安尼啊，嘿啊，所以我拍官司我嘛拍输，甲因告，因佫互我一个法院裁定书，迄法院裁定书我甲告哦，刑事已经立案了，结果互我一个下落不明，请问一下这爱安怎解释？我甲人告，伊甲我讲对方下落不明，请问要安怎解释？我真正是想无啦，我真正想无讲这下落不明，人搁伫咧网络上咧发影片，甲你讲下落不明，请问一下，敢真正搁有法律伫咧大陆？所以你就对遮开始就想讲，头前足较代志，连至到巴掌联系了后，是啊，恁才会来计划这项代志。无毋对，而且你看哦，我讲这是下落不明嘛，对无？我下当。佮继续转去无要紧哦，因为因佮当作，因为我的号佮伫咧遐，我有几百万的账号的粉丝伫咧迄边，我继续发展嘛是会使，但是就是因为即件代志，我真正是你袂过哈？袂过，真正袂过，因为我要爱的是公道，毋是讲趁偌少钱的迄件代志。迄个时阵，因为我是庄脚大汉的囡仔，我伫咧想讲吼，若是讲我若是。我家乡的人，若是讲拄着即款代志，搁爱去用人讲是台独，台独，对无？无啊，譬如我细声甲你问，你敢台独？讲真正的吼，我只是希望讲甲大陆民主化。我是中华民国人，你是我是中华民国人，我是中华民国派啊。但是我真正唔知啦，即马咧话讲我是中华民国派的，煞要甲我告，应该爱听我的是中华民国派，为什么即马听我的是台派？
我真正是想无对吧呢。？这咱第二趴才来讲，解说一下。这咱第二趴才来讲。好啊好啊。即摆是要讲你原油吼，啊，我时间爱拨互其他三位来问你吼。对，你稍等吼，李老师。是。亲像伊即个遭遇吼，我相信真侪台商啦，也有种做生意的人，可能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咱今日主题是要讲即个网情吼，他都我佫无问着你啦吼，因为其他的人伊敢若讲伊家己的经验，就是慢慢吸收啊，有看有即个会使，即个会当信任，我才互伊机会安全。但是我要问的，因为咱毕竟是公共电视啦吼，咱毋是要来冤家，咱先问讲，这到底甲言论自由的距离是偌济？我收钱，我嘛可以啊。哦，网情嘛有咧收钱办代志的啊，现在袂使，老师。确实啦，因为这个代志吼是牵涉到这个两岸关系啦。啊，这两岸关系大家拢知影嘛，即摆两岸即摆咧对立嘛。啊。甚至于讲中共就想要甲台湾吞吃落腹，所以这件代志牵涉的这个复杂吼，确实是变讲不只是咱法律。甲咱即个言论自由即个界限范围到底伫倒样？当然，网情普通来讲，就是因为因爱借着因家己的声量嘛，甲即个播出互趁钱，然后而且互迄个免讲赞助商，大家拢知影，大家拢是用这个声量去吸取赞助商的支持，才愿意互你钱，继续拍片。安尼这个界限咯，确实是今麦大家爱去讨论的啦。因为你讲言论自由，当然网情，因为你若真係是一个专业的网情来讲，伊一定爱用这个声量去趁钱嘛。啊，李老师，我直接问你，你敢有赞成讲，那某咪一个人伊赞成中国共产党，莫讲伊赞成中共啊，伊讲中国建设有影真好，啊，而且伊收钱。哦，但是伊无共大家讲，我有收钱哦。于是我讲，哇，中国的这个高铁足赞，啊，伊实际上有收钱，这你有赞同这种行为无？这开始就歹讲，因为免怎讲？因为你讲中国大陆确实有咧进步，有的所在确实有咧进步。啊，你若讲因这个网情咧讲啊，我来遮的经验，我譬如讲，我去。上海，安尼莫讲高铁，而是讲哦，新疆哦，这个新疆是安尼足好的，那无迄个逼合的代志啊。伊若安尼讲，啊有收钱，安尼老师你会接受无？没有，我唔是讲接受，就是讲安尼这个行为收钱，啊来讲这话会使袂？这确实啦，这确实踮咧游走踮咧咱的法律边缘，因为你讲伊踮咧新疆，无去压迫。当然啦，伊请你来，当然袂甲你压迫。看到啊！啊，我无看到。伊互你去的所在嘛，无可能会去互压迫的。你讲迄什么集中营，还是讲迄个什么？当然看。伊来讲，伊无可能外口人看到。所以这个时阵，大家只好目睭放互金，去感觉讲这到底伊讲的是真还是假？有算做言论自由无？这确实来讲啦，这对我来讲啦，这嘛你法律无真正无法度，因为伊家己亲身若搁去新疆，还是讲去别个所在，伊无拄着这个代志，你无法度讲伊是替迄个中共共产党伊咧洗白嘛。所以老师对你来讲是真歹用法律来规范。真歹。咱来看这图表顶头吼，陆委会讲到这境外敌对的势力对台湾渗透的处置吼。有国安法，有反渗透法，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吼。伫国安法吼，伊内面有讲哦，有发起、资助、主持、敲诈、指挥或者发展组织，这赞助啦吼，有收钱的。这种当然无，这种就已经是违法，这开始就违法啦。哦，这有法律通过吼，啊，这就应该爱裁罚吼，这是一种。但是即马你看伊。即个拿较济啊，无一定人伊刚刚讲这唔对啊，吼，这小等的两位吼，蔡老师甲这个贾老师会当来发挥吼。啊，反渗透法，伊讲吼，将属迫害社会秩序、传播假信息、社会秩序这种是行为，吼。啊，但是
传播假信息，或者是干扰着选举的行为，这是对着干扰选举行为啊。假信息这就真，我唔知影要安来界定啦吼。我想要请教蔡老师，蔡老师，那像这种的，要安怎来界定讲啊？你这犯法啦，蔡老师。对，就是讲，伊唔是干那对中国吼点指抹粉啊，比如讲中国的好吼，这个部分，因为咱嘛无法度去办着迄嘛。但是伊到尾啊，讲甲深了，一定对台湾恶宣传的啊。因为伊重点就是讲，叫这个网庆吼，这个网红去遐，伊的目的就是讲，恁对台湾来，啊，恁就是爱讲台湾的哦，政府也是，比如讲，因讲一寡消息，你若讲评论，这就无问题嘛。但是若为恶插白，还是吼甲好做的时阵，在台湾就要注意啊，啥喏？因为你有影响力嘛。老师，你因为词叫做注意哦，爱注意，但是注意敢若注意的啊？无注意的意思就是讲，咱来去看讲伊即个行为，认定讲是毋是伊有达到迄个，比如讲伊已经宣传，比如讲伊讲哦，台湾的选举拢做票啦，哦，是选举后伊安尼讲的话，哦，这就是假消息嘛。啊，这牵涉着讲，你若拢无办，你讲啊，这种言论自由啊，实在伊安怎讲啊？这就袂使。啊，若有一个网唱台湾人，但是遐伊讲哦，社会主义个作战。迄就无，迄就言论自由啊。迄个言论自由。伊要讲中国好，迄是伊的代志嘛。但是伊若讲着讲无确定的、无事实的代志的时阵，咱就爱办啦。因为比如讲吼，你放互网络拢大家讲，美国要禁即个中国办的即个网络社会媒体嘛，啥物意思？因为你就是伫遐好做嘛，啊，台湾的民主社会伊就利用这，吼，互你讲一寡五四三，那因有他国伊有法度控制，咱这自由民主社会无法度控制啊。袂使恶宣传，啊，袂使讲无确定的代志，是假的代志，伊就伫遐讲啊，这做票啊，这啥台湾的选举无。所以老师，你认为也是有明确的行为，然后做界线来做裁罚，而且是规范。你就是要有证据嘛？你感觉讲好，你感觉是安尼？你提证据出来。咱小咱问撇完吼，因就是有证据，所以因都加嘴变那嘴啊。这届的重点就是安尼，伊都叫踢的嘛。我就是有证据来，你过去拢讲无，拢无证据，伊这通证拢无。因今仔这届就是，我讲啊，这下是钓大呆啊。一届甲全部调出来。老师，这就是一个问题哦。对啊，你甲掠长起来，我有证据啊，我甲有联系啊。但是我甚至伊也敢讲，我有收钱啊。但是你奈我，咱就是互伊拔草，啥物意思？就是讲你搁伫台湾，这法律无法度规范啊嘛。法律无法度规范的部分，比如讲咱无法度查伊的行为，对不对？但是伊有收钱，啊，伊搁是台牌去的时阵，咱就是要互拔草啊。啥物意思？就是讲，哦，原来你收中国的钱嘛。其实因上重视的就是因家己的声望嘛，吼，我的看法是安尼。是，哎，你好，贾老师，我感觉大家安尼讲的吼，新疆我唔知你有去过无啦，我去过啦，完全吼无迄个新疆，无美国人甲英国人讲的迄款的啊，颠倒是哦，恁讲的什么维吾尔族受迫害，因出来杀人的啦，因杀人外向，你敢知？大巴肚现甲毒死啦，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做网红、做网唱，大家会啊。我知影陈先生，你是抖音176万呐，哦，你即摆这无伊啊，哦，页面无伊啊，我知，哦，啊，你讲互掏空，哦，啊，即摆咱嘛，甲你全部，甲你哦，伫个大陆所做的全部代志，已经拢全部写出来啊，哦，啊，你讲统战，我感觉蒋介石应该真欢喜，伊教育时代有够成功。因为阿强嘛问过我，是安怎阮来台湾讲啥物话，做啥物代志，就是统战。啊，若要讲安尼，逐项物件拢是统战啊。哦，啊，人摕钱互你叫你做，对不对？你会当卖收啊？这其实这毋是法律问题，这个道德的问题。啊，个有陈先生，我甲你讲，伫新民的头前，毋通乱手抓。我是甲你讲真的，哦，咱讲额头三笑有新民。话吼唔通贾老师，我一个问吼，头拄你讲你伫新疆，新疆，你无看到，还是讲你认为无迄款代志？颠倒是安怎？暴乱啊，美国人太给钱啊，贾老师，我去杀人啊！你头拄所讲的是讲你无看到，还是讲无迄款代志？
无迄款代志啊！哦，假使你讲无迄款，无迄款代志啊！我真正去甲因的迄款民宿嘛，维吾尔族开的啊民宿啊，我就问因啊，听讲恁安怎做？无，阮遮是好的，出来闹代志遐是歹的。咱分甲真清楚。维吾尔族你哪样讲普通话，佮讲因的维族话对不对？优先录用啊。而且安怎人生两三个拢不要紧啊！我就会当优先录用哦。我会晓有过了。你哪样讲就会使啊？对不对？假使我即个咧讲立刻啊，我意思是讲，我确认这一项代志，第二项代志就是讲，假使你认为统战是一个好的代志，还是歹的代志，还是讲这是天生自然的？我就问你嘛，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伊做的代志、讲的话，对一项毋是统战。是啊，所以我问你讲，这是天生自然的嘛？人创党到今嘛，就是蒋介石甲定义啊，因讲的话、做的代志就是统战啊。我毋知影讲蒋介石的教育遮尔成功啊。所以老师认为这毋是统战，这毋是这什么统战呢？全世界毋是拢共款做共款的代志吗？英国人、美国人无做吗？伊无叫网枪去做代志吗？拢有啊。是安那美国人、英国人、欧洲的人做拢会使，叫我做袂使。即个甲美国人伊伫全世界几百个基地，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是叫我接就袂使。这就是我头仔问三位了，要来问老师的意思，就是讲言论自由甲所谓统战的这个距离是偌远啦，吼。老师的认为就是讲，这就是言论自由啊，是毋是安尼？我搁补充一点，今仔日大陆好歹看个人，我听过足侪项，有迄个真青甲毋知安怎青，去一撮尔，伊直要去，规个变过来。搁完啦，最近有民进党党部互开除的人，即马伫北京啦，讲过甲真好啦，毋是空中保台，保伫地，保家己啦。个人的代志咱毋知啦，吼，我只是是安那，无我感觉台湾媒体就是安尼啊。所以老师拢经恁爱来讲啊，所以老师认为这是照属性你讲啊。无老师，你看，我就请你来咧，对不对？我嘛互你讲啊，对不对？所以咱绝对有言论自由嘛，你应该承认吧？无我早就袂找老师来啊吧？对不对？这头一个，第二安尼咱有共识。第二个就是讲，那么如果这算做言论自由啦。照这个商业来行的时阵吼，你像碧源也好啦，巴掌也好啦，因若是有赞助吼，顶头拢会写本节目有某咪人咧赞助啊。但是真侪网庆，即马咧收钱的时阵，顶头拢无写赞助啦。咧 YouTube 顶头拢有写哦，拢爱讲哦，你若有赞助咧，本片有赞助商，老师你有赞成？每一个共收钱的人，拢爱写讲，我这是收到中国的统战部的钱，某咪人的钱，我写伫顶头，你有赞成无？写伫顶头那会无好咧？老师有赞成嘛？吼？你收人的钱，人家你赞助，你本来就爱写，你拍电影但是足侪人即摆无写呢。你要信无？我请票员来讲，有收钱的人有顶头有写的无？无写嘛？你会当比一下例，譬如讲是啥物人，还是你所在有收钱？公安会私下找我，摕现金互我，叫我签名。叫你签名？但是你顶头嘛无写嘛？有我有写，叫无我意思是讲，你影片顶头讲。无写，迄无写。无写。迄绝对袂写，无写。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若是讲是迄什么纪委啊，搁有。检察院的呀，还有公安合作一些反毒的、诈骗的这些会合作的一下，但是讲，政治意味的，若是讲要我做迄政治的，来用台湾的话，侮台湾政治的，因袂叫我写，就是直接互我钱。请问一下，你摕偌济？你摕偌济？什么叫我摕偌济？你摕大陆偌济？你摕共产党偌济？我哪有摕共产党摕啦？你毋捌摕吗？你毋捌吗？我毋捌啦。老师讲毋捌摕上好啊，拜托者。你甲我问，我问你一下，你甲我讲吼，什么统战的什么物件啦？你有了解中国吗？
1957年到1960年发生什么事情？像你跟我讲，文革啊，文革啊，袂讲到啦。1957年到1960年，大陆发生3年大跃进。3年大跃进就是安怎？厝内的什么铁啊、碗啊，全部都要捐出去。咱今仔讨论的不是这个。无啦，我搁问你啦，歹势，我再问你一下，大跃进所造成的3年大饥荒，4300万人死亡，他们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请问他有承认错误吗？他没有承认错误以外，发生了文革，10年浩劫，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把中华文化的东西全部都撕毁掉。对吧？你觉得他们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哪里？来，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对吧？中华文化，即马真正的中国人在台湾啦。来，中华我都无讲啊，中华文化伫台湾真好啊。贾老师，你小弟，票完。所以我对妈祖就抓要做正港的中华民国派啦，你是吗？请问者，你提偌济？我小弟会互贾老师回答。啊，票完，咱针对咱的主题来讲，就是讲你所知的，或者是讲你后来恁刷来这影片内面，吼，我当然袂互你影片内面拢漏出来吼。但你会当大约啊讲者，恁所知的这个网庆摕钱办事，这个过程，因为我知影讲其他的影片内面你也讲，迄就中间人呐，这中间人是圆啊变啊，咱唔知呢。我后壁我会发出来，互大家拢知。你会当大约啊小互咱小批判一下。迄袂当讲的，因为马上就有人要出代志啊。哦啊，但是我必须爱安尼甲你问哦，就是讲。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因是真系统性的，还是讲真系统性？因为因是迄什么省啊，做侪省啊、市啊，拢有迄统战部。你看阮的图表整理甲有对啊无？有啊，有对有啊，有对，这个有对吼。中央统战部吼，这个4个办公室甲12个局处吼，大家负担特定的族群呐吼，啊，直属的单位吼。合通会办公室、港澳台海外人士，这就算你的嘛吼。港澳台海外人士，暨南大学、花桥大学是恁母校。其实我还好。哦，所以恁是直属的。直属的。啊就共中啊，甲私营企业，这种直属的单位。啊，那其他的物件，包括着，因为我有朋友吼。伊本身是民进党中央啊，嘛有人甲招啦，讲要来看看，行看看，啊无目的，吼，啊但是伊唔敢去，伊去了吼，伊这头路都无去啊，伊唔敢去，但是有人甲接触，接触的人吼，啊唔是这个单位，嘛唔是迄个单位，拢唔是，就是一个民间人士啊替伊传话啦，伊咧问讲是谁叫你来找我，伊讲你著要答应我才甲你讲。伊是慢慢的来，互你。慢慢的陷进去，慢慢陷进去，慢慢的先跟你慢慢的有关系，慢慢建立信任，带你到大陆，让你看看大陆哦美好江山，哦啊慢慢啊，你就感觉讲啊拢是人嘛，嘛无需要甲因冤家安怎的，啊你就开始发落，一发啊就大牌甲你骂，啊你骂你就你愈骂你当然嘛愈生气，啊后壁个人讲啊因甲你骂呢啊安怎的，你就会甲伊。愈来愈好，啊，甲台牌愈来愈横，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手段。然后慢慢的，你就成了中间人，啊，中间人就是被利用的，就是被他们利用。啊，无那有可能讲，我即马是统战部的，啊，你台湾人，你要来大陆无？嘿咩？当然嘛是慢慢啊来，因为我真正是希望讲大家一定要有威胁的意识，因为以前。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啊，我赶快问这3位的问题，要要请教票完吼，就是讲，啊，这算作言论自由，也唔是啊。若是讲这唔是言论自由的话，这些人就唔免坐伫遮啦。所以票完，你认为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吗？当然啦，啊无我的账号为什么发举5星旗的伫咧台湾无去用封？我伫咧大陆，7个兄弟甲我台独的，一个兄弟甲我伫咧大陆的抖音出现，我就去用封起来。为什么？专制跟民主的差别嘛。
啊，但是咱咧讲咱自己就是讲，我希望以后吼，大家会当有即个游戏规则，就是讲啊，即个是言论自由，啊，即个就爱发，即个就爱去用扣起来，爱去抓起来。你认为倒一种应该爱去抓起来？我认为吼，大家要团结。我希望讲大家清醒，因为我拄则讲的年份，从1957年毛泽东开始执政，1949年开始执政，这段时间到现在还不到100年，离我们都很近。你觉得一个不会认错的政党，他要统治台湾，大家愿意吗？我相信罢免应该在台湾8到10，假如是应该8到10个人都无愿意中国马上来统一台湾吧。你要看台湾人民的选择啊。啊，老师你有愿意无？我尊重大部分人的意见。无啦，你家己啦。我家己，我会当生活就好，我管上来管。啊，你拄则毋是？你管你继续啊！你袂要紧嘛？我感觉你做无礼貌。你嘛无礼貌，你讲来，两位来，唔啊，你伫咧专注欠钱呢？假使你小等，我欠的钱是因为纪委已经讲纪委啊，无你去讲纪委嘛，你替我啊！来，假使好，来，李老师，这确实啦，因为对于咱台湾来讲吼，咱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自由的主权国家嘛，所以咱维护咱家己政治的制度，甲维护咱家己生活的方式，这其实我应该讲啦，是咱应该讲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像头我主持人咧讲，主持人讲差不多8、9成的人，一定无上少这个阶段是无可能接受。即个中共对来甲台湾拆食落棒嘛，迄是一定会拒绝的啦，一定拒绝的，一定反对的啦。吼，啊是讲咱要安怎去认清中共对台的即个统战，吼，这确实是咱维护咱即个自由的即个原则之下，要安怎去认清中共对台统战的这个伎俩跟他们的。这个步骤吼，这确实是咱爱去学的课题。啊，毋过话讲转来，咱嘛袂为着讲啊，咱咧惊讲中共对咱安怎，所以咱对咱家己国内，对咱台湾社会，而且言论自由啊，这民主，就开始咧那个缩紧，这变我本末倒置。因为咱变讲咱爱表示讲，咱这个民主确实是上适合。老师，你他说讲的真有道理，袂当因为这见到了就不爱食物件。对啊，确实的。但是有一群人，我相信有相当部分的人伫台湾会愈来愈烦恼，讲啊，哪会弄这种话语，弄会这种讲法，弄这慢慢来，变做人地作战啦。确实，这个，但是这人地作战，咱即摆干那防守啊尔，防守。敢有法度？因为即摆即个社会、即个媒体、社交媒体遮济着，咱是有啥物通好作为的？我是感觉讲防守吼，其实咱台湾就是因为无作为，才会撇完，因这少年囡仔才会徛出来。这确实，不过你讲嘛，毋是讲咱无任何作为啦，因为咱作为就是讲，咱甲咱的民主搁较表示搁较好，咱的民主社会的即个防卫。甲自我韧性，要跟在的自我修补能力够好的时候，变讲是对这个中共对台统战一个上好的一个攻击。啊，要安怎有较有韧性？因为搁较韧性就是讲，大家拢当然啦。第一个当然是讲对中共对台的任何的这个做法咱来去认清到底什么是统战。当然，大家就想讲啊，本来。因对台湾做的代志，一定拢是统战。你应该安尼讲，毋过问题就是讲，为着两岸的关系，甲为着台海和平，咱有的代志嘛是一定爱甲因爱计较，一定爱大家一定爱参详嘛，要协商嘛，所以这个代志，这个界限安怎做，安怎徛，所以这是咱爱家己思考的啦。无应该讲为着惊因，所以咱家己门全部关起来，这嘛毋是。这嘛不是正确的说法，正确的做法啦。是，蔡老师，
是啊，对，伊若带你去新港看吼，你看好诶，当然你袂去看到迄集中营迄帮人，迄有100万个去关伫遐啦。迄 BBC 已经拢翕出来啊，吼，啊有诶去用迄个挖歌蛇诶，吼，啊有诶是讲装迄个避孕器伫内底，互你袂生，吼，啊这种属性啦，吼，你若要否认这，啊足简单诶嘛，你就干脆你讲我拢大家拢无相信啊，啊这属性拢有影片伫遐啦，吼，啊搁第二点就是讲吼，伊即个法院伫中国法院是共产党开诶啊，有一个政法的委员会咧控制这啊，所以即个闽南龙，你的案件去到遐个时阵，足简单咧，伊就袒护迄个中国人。哦，啊！你台湾人，你就讲迄个人无去啊，哦，所以你我讲啊，这什么台语的意思就是讲吼，骗人去洗个啦，衫裤规个拢甲你摕去啊，哦，伊就规个拢要甲你抢去啊，足简单诶。啊，你即马已经觉醒啊，这是一个好代志，而且你的觉醒吼，足侪台湾人讲吼，咱去遐吼，问题是咱要学着因好的部分，结果伊去遐去，因拢一直骗啦，伊即个政权嘛是骗来的。伊即个政权嘛是用暴力摕来啊，吼，所以这真好诶代志，吼，互足侪人会感觉讲会当觉醒，吼，当然即马听讲因嘛咧查迄边吼，有台湾人去诶网情啊，吼，伊嘛咧查这边人。老师，但是我也是要问讲，咱实际作为，咱是要安怎做？咱袂当讲干那依靠着讲啊，还有第二个巴掌，第二个闽南人会徛出来啊，讲即款代志，甚至那量后要安怎来做一个较良善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吼，咱较在乎这个典故要安怎做吼？因为嘛有像贾老师安尼认为讲啊，这个通鉴来啊，哦，你要信的人信，歹信就莫信啊。是，但是这嘛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啊。一定要较明确的吼，若是有牵涉到什么影响的时阵，哦，伊的行为，还是伊讲的这个物件有影响到什么代志的时阵，比如若是牵涉到选举，足简单的啊，迄就是一定爱办啦。吼，迄就免阁讲啊，吼啊！但是若是讲有一寡空间呢，吼，当然啦，你讲伊讲中国的好对毋对？这你嘛是无法律来办，伊就讲言论自由。对啊，这咱伊就甲你，伊拢甲你讲言论自由啊，就抓嘛是言论自由啊，因为你直接就抓，伊闽南人伊直接就抓，我嘛袂当讲伊对甲毋对啊，我也知就抓会成袂成，就抓是个言论自由，你袂当甲别人讲假伊袂使就抓，因为伊无违法啦。伊伫电视就抓，无违法，咱无法度证明声明到底会甲处罚袂甲处罚嘛？其实这拢是言论自由。我要讲的是安尼，所以你袂当讲，你袂当就抓。咱我做老师人嘛袂当讲学生啊，你袂当就抓呢。迄是你的言论自由。吼，我讲安尼是真公道啦。吼，啊当然你会当捌教授，迄嘛把紧啦。吼，所以简单讲就是安尼，就是讲台湾这个社会，吼，咱唔免去批评别人的时阵，咱去批评别人时阵，你来提证据出来。啊，这个物件你有查清楚无？哦，你这个前后，你是毋是了解讲伊这个案件到底是安怎？因为我嘛唔敢评论啦。哦，啊是讲伊去互骗去，哦，啊是毋是安尼？吼，啊当然大家来评断嘛，吼，大家来比评，吼，啊这台湾社会就是安尼，唔免讲吼，个人的私啥去讲迄啦，因讲迄我问我丢我检察官嘛，我叫伊出来，我查。老师，你的主张就是讲，法律应该进行更较明确的界断，就是讲。安怎会当来罚？安怎来罚则？还是法律爱来处罚来告发？是，我讲到这就好啦。来，贾老师，那安尼的意思就是讲，永远得让讲其他的所在拢好，啊，大陆袂当讲好。无喏，老师，我唔是这个意思啊，从头到尾都唔是这个意思。他当然蔡老师嘛是讲啊，我讲讲大陆好，对不对？啊，大家拢有家己的意见。是啊。对不对？啊，台湾嘛是真侪人过，啊是好是歹，啊你去算一抓转来，自然就有人讲好讲歹啊。啊对啊，是啊。我嘛讲足尊重啊，哈，对不对？啊你讲这你要安怎禁？啊台湾本来有言论自由啊，啊有诶网红啊网情爱过屏啊拍一段影片转来，啊放伊讲我算甲真好，啊若算来无好，伊嘛拍一段影片转来嘛是继续骂，啊毋是共款拢安尼吗？啊台湾毋是拢会使吗？是。就当然，但是我的问题是，老师他也有回答我啊，吼，就是讲，如果因有收钱，顶头落来写有赞助的人嘛，对嘛？啊，即马这写唔写这道德的问题啊？无啦，因为这吼，台湾法律无规定啊。但是在 YouTube 顶头有这个伦理伫的，就是讲，你若无夹到，你无夹到吼，我下厝就无有你上架哦，我影片就无有你放出来哦。
在 YouTube 起码是安尼哦。我若互我知影讲，你有 sponsor， 你有 donator， 啊，结果你无夹到，哦，安尼袂使，即有违诚信原则啊。啊，我自头到尾我讲这道德的问题啊。所以老师有赞成嘛？啊，这私人道德的问题啊，这你咩管伊？对，啊，另外再进一步，就是讲，老师有认为讲，这种物件应该有法律的行动来去裁罚。譬如讲，这个反性套法内面有干扰到选举的行为，或者是国安法内面有赞助、接受赞助的行为，这应该要罚，还是讲老师认为讲，这个法是恶法，应该要改掉？啊，反性套法只要唔是伫立法院讲要改吗？哈，对不对？啊，要改唔改是这立法委员的代志啊。老师的意见，老师你专家来问你啊。我没有什么通意见呢，对不对？啊，你有意见，立法委员伊唔听，那你有法度咧？啊，唔是共款吗？啊，咱这个节目就是要互立法委员看的呢。阮的头家是无影，老师，阮的头家是立法委员，阮预算拢立法院服完的呢。啊，我系讲立法委员无遐用啦。无咯，因即马有真正咧法，你的意见会影响因呢。我鼓励老师来讲出来。啊，要安怎改？哦，尊重立法委员的意见，就是安尼。老师，因为你对这个题目你有专门的研究啊，你嘛知影有深深的感觉啊。无要紧，小等我再互老师时间来讲，就是讲，若是踮咧遮会当来生活，你认为因背后是毋是某种势力咧帮忙？哎，是，有哦，有咧帮忙，有咧帮忙，吼啊。那么所谓咱即马，譬如讲演艺人士要去遐开一个演唱会，啊，要遐做一个发展要演戏，吼，譬如讲进前有一个影帝要去中国发展。你认为这种我都避免一寡统战单位来催伊吗？你即马若是想要上台，你上台，你得爱经过统战部，你得爱经过因，要互你起哩还是落来，嘿，任何的台湾人袂闪的，你要起哩上台，公众场面拢爱经过统战部的审核啦，看你的政审啦。政治审查啦。哎，政治审查。但是以你在中国超偌久的时间？我伫中国，伫咧遐超算起来拢总8年。8档的时间吼，这8档的时间，互你对着这个政权相当有理解嘛吼。嘿，因为我甲你讲，台湾即马像阮即辈囡仔，就是20几年，20几岁啊30岁迄种的，因为咱是民主富二代。咱是民主富二代啦，所以咱是永远，咱是唔知影民主得来的不易。我去大陆安尼6年回来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民主得来是多么的困难。即马大陆遐，像迄大哥你拄遐讲的，就是讲台湾有民主自由，但是大陆敢有民主自由？因讲因有，但是真正无。我摕转来的证据，就已经足够证明啦。为什么？我是新信人员，我承认我是新人员，因为我官司拍输，但是我唔是讲第一下无得发展哦。这是2024年11月份统战部的，这是2024年。11月统战部给我颁的驻农大使啦，驻农大使，荣誉证书啦，陈柏元先生有看到无？台胞驻农大使，统战部这个中共性奉献委统战部，2024年11月，安溪镇人民政府，这11月，有看到吗？有看到吧？爱翕到哦，等下我个拍开大家当看者，这是向发给我的啦，唔是造假的啊。李东宪发给我的啦，李东宪是啥？李东宪就是迄个跆拳道的冠军，你要看一下不？李东宪发给我的。这个是统战部给我发的台胞驻农大使，统战部，对啊。我若是不然这样啦，我唔知为什么安尼，阁有人想要替共产党保驾护航，
退一万步来说好了，我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去外口被人欺负啊，我转来讲我发生的一切，还佫有真相，结果是像咧听我，想要甲我告，这大家心照不宣啊，系啊。这是法律的问题吼，啊，实际上咱无啥理解，咱也无法度替你发言什么物件吼。但是你的权益应该维持，这是应该。对。吼，啊，咱今日也是我也是主题要回转来讲，在这个网络顶头人知作战吼。因是安尼咪咪唧唧啊，但是对你的监察，敢有知影讲你开始心态有啥转变？还像间谍共款，一直在上，一直甲你看啊。因无到迄种程度，无到迄个程度，无到迄个程度啊！无人佫讲我造谣，嘿，无到迄个程度。因是看人，就是讲我信任你嘛，对无？若是讲我信任你，是你带的人，就 OK，嘿，对。啊，佫有淡薄仔人就是感觉好奇，想要去遐看卖，迄真正是甲因较无啥关系。但是即马就是愈来愈侪迄种旅游团啊。对，这个旅游团我要甲你请教，像阮孙啊，嘛是大学的时阵，机票家己出，但是住宿啦、要食啦啥，拢因遐帮你处理。对啊。这种是算做啥物？因是有统战经费，因台北每年拢有钱出来要统战啊。因为因即马的使命，像讲咱迄个习近平嘛，伊即马就是上台以后，伊就是讲。这统战我会当理解，这罢免一定是统战。但是伊就是咱即马，因为我读迄个学校，咱老师就甲咱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就是统一台湾，所以伊即马就想要统一台湾的。为什么伊想要拍太平洋战争？伊想要跨越第一岛链。啊，颠倒摆我来问你，马前总统和这个青少年的青年朋友来台湾，这嘛在你的认知，这算做统战吗？我感觉这是。有可能，但是我无证据。无证据。嘿。但有人讲这是正常交流啊。有人讲无喏，这个拢是共青团。我会当讲，我会当算讲迄种学生啊，好无？因为我淡遐做过学生啊。咱是迄统战部的学生啊，所以咱老师甲咱讲，改革开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其中一步。所以因即马咧教的是共产主义。请问共产主义真正会实现吗？这大家爱好好想者。因即马阁有足侪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群人，即马想要拍台湾。这可能爱另外1点钟过来好好讨论。所以讲，马前总统带来的人，我唔知是交流还是啥。但是民主跟专制之间的交流，要么就是我们的国家变成民主的，或是我们国家变成专制。大家选择哪一个？因为我一直来问这，就是讲吼，其实咱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咱拢在信息顶头，咱算弱势啦。因为咱是啥物拢会当知，但是因是啥物拢唔知，在这个物件，我袂当讲因啥物拢唔知吼，歹势。应该是讲，因的信息有咧过滤，有咧控制，所以咱无对等，在无对等之下，这个交流是真麻烦呢。我老姐上后尾互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来，李老师。是啊，确实主持人讲无唔对啦。我个人是感觉讲啦，就是因为安尼吼，咱愈需要交流。因为咱来互台湾民主的这面，互因来看。所以你讲老师这个俗语啊，伊甲咱增效，咱就要甲增效转去。因为咱无咧惊嘛，咱其实无咧惊嘛。因为你讲因进前因来的时阵，迄个现场如陆委会迄梁先生所谓国安人士有反映讲伊7年来拢是共青团的精英，什么。我甲各位报告啦，你互因来，当摆是精英来。你来讲，迄个阿送来，因来转去无效啊。你互精英来，我看咱台湾是虾米社会，虾米安尼运作，虾米暗时，譬如讲暗时个马总统嘛，安怎，所以互因知影，互因去知影讲咱台湾的民主社会是安那咧运作嘛。所以咱唔免惊讲因来统战，因为咱自然
对这个统战的这个防卫机制，其实踮咧民主社会内面已经有啊。老师，你认为咱有抗体伫的？一定有啦，而且即马民主开放遮久啊吼，什么人讲的话，大家拢会去思考啦，各个去思考啦，无遐简单讲，因来哦对啦，因来我好。老师的主席，我喜欢这样问你吼，来蔡老师，因队团内拢有一个书记啊，迄个书记就是咧控制因伫台湾的行动。现在伊要经这个足顺的、足硬的、足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的人，就是讲。伊惊因来台湾的受到影响，但是咱惊的毋是即部分，咱惊的是讲，即帮人来台湾，吼啊因若拢讲一寡政治的，吼啊是不过台湾阁有人阁倒掺落的时阵，吼啊就伫遐形成就是，因若会讲台湾的地位就变做安尼，所以台大甲清大的学生去抗议，就是台湾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讲。恁讲我无一定同意哦，吼！啊，你讲台湾是中国你有赞成他李老师所讲的，就是因为安尼爱加强交流。对，但是交流的时阵吼，爱对等啊，爱有尊严啦，吼！你要来，你要团要来，我嘛要去你遐啦。但是即摆甲你讲啥呢？是真困难啊！伊就是党一寡团，互你无爱来，吼！伊就是无爱互你有红利啊。简单讲是安尼，因为因拢一直伫暗的啦。咱拢一直伫光的啊！因为咱这加强交流了后，啊，伊要捡咱的物件去做伊的宣传，你嘛无依法啊。对，我知，但是就是讲吼，伊伫暗，咱伫光，啊，变做讲吼，但不时伊就伫遐画乌擦白，啊，重点是啥念知？伊一个牵一个，伊这网红就是安尼，一个甲你牵一个去啊。其实过去伫平潭就有啊啦，伊就是创业一个基地，吼啊，一年你互你有办公室伫遐互你处理，伊毋是讲钱互你啊，伊互你机会啊，啊，机会就是钱啊。啊，无你伫遐办公室免钱哦，所以我讲啦，钱是一个形象尔。当然，迄个闽南人伊无照阮会当讲出来，但是对我来讲，这足重要的啊。吼，就是讲台湾社会爱了解讲因的手法是啥物啊。吼，你若无了解，无甲传播甲变哦做贪光的，会产生讲有的人较中立的人，伊就去互骗你啊。伊感觉讲新疆遐无安怎啊？吼，贾老师，我讲两点啦。第一点，陆委会毋是讲一直讲两岸爱交流吗？啊，即马人学生来甲你交流，你无爱，无是要等飞弹来吗？无啦，即马有互伊入来啊。哦，第二点，大家拢讲民主自由，台湾民主自由真好，对啊。啊，即马毋是款两款的制度教出来，学生要互相交流比较吗？啊，若真正台湾的民主自由才好，教出来学生一定真优秀嘛。啊，你是安那惊来交流比较咧？毋是吗？啊，你若真民主自由遮尔好，你教出来学生，我讲你一定赢人的啦。啊，现在袂当交流，袂当比较，对不对？啊，你无比较，要安怎进步咧？对不对？但是老师，伊若是交流了后，这个鸦片摕去渐渐的啊做因的话，啊，老师敢有赞成？上真正的做因的话因为伊的自信是封闭的嘛，啊，咱就无法度甲伊，咱要讲的话，无法度当要因咱内面传播啊，啊，这个自信不对等啊。那不对等呢？啊，台湾的媒体嘛是有报道啊。譬如讲，你若要批评习近平，老师然后咧加减嘛有咧上因的节目嘛，你敢有通啊批评因的习近平？啊，人也无问迄个题目啊。无啦，总是会去误掉吧？袂啊，袂咯，袂啊。哦，所以但是私底下老师会骂嘛，哦。啊，人也无。不要紧，我这段会也剪起来，你放心。来，去吧。我即马政治的正式的跟大家宣布啦，哦。若说讲咱是要甲因交流，要咱统战因的话，请所有的中华民国派提出恁对因统战的证据出来，安尼咱就甲你信。啊无，就莫骗台湾的人民去共产党迄边，啊去用洗脑，啊这个转来毁坏我们的民主制度。这是我即摆想要讲的。就安尼，请恁提出恁的政绩出来。啊，嘿，谢谢。所以，譬如讲你有基本上你有赞成交流。好啊，对啊，交流嘛，民主交流啊，上来大家一起民主辩论嘛。你可以说你的马克思理论比较好，或是我的三民主义比较好。嘿啊，我是感觉安尼。哦，这安尼节目会红哦。到底谁才是中国人嘛？谁才是境外势力？像这是真正的中国人嘛？我第一个邀请贾老师跟你对谈。来对谈。哦，啊，要就抓。
对谈好好讲。感谢四位，谢谢，谢谢。